太上清净经》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谓心未成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欲起能生；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谓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，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；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